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收听，咱来进广告了后，再再来节目现场，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收听。另外咧，记得伫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来提前介绍咱这个主动的千片山，咱这准备治疗伫咱鼻腔方面的毛病。咱台湾即款迄个的气候较潮湿性的气候咧，鼻腔过敏的人、鼻腔毛病人非常非常侪，尤其是治疗差较大咧吼。这个鼻腔的过敏啊，天气变化啦，就包括像流鼻水啦，这个你拢会当甲使用着咱自然动的千片山来做治疗。因为咱这鼻腔病吼，你若无来甲拖安尼甲治疗好势，虽然讲有鼻腔过敏啊，也不过咧，若无感冒无安怎，伊是袂来惹病。要为人毋是啦，即摆医无好势，迄位医生那医生鼻腔过敏已经舌头啦，就讲甲负责伊啊，安尼这袂使，这袂到底啊，安尼佫袂起码造成咱的鼻内底暗片。甚至较严重这个嗅觉神经咧，会去失去芳臭，你做鼻膜就麻烦啊咧。自然动的千片山，伊会咱吸收着鼻水，像讲有的人安尼鼻水倒流啦，不管是哪喉拢感觉有痰啦、咳咳啦、怪怪啦，常常要开了就搁有，开了就搁有，点若无就感觉讲这鼻孔头会酸软这吼你拢会当甲使用着咱自然动的千片山哦，为人千片吧，鼻肉袂大。肺部性鼻炎、类风鼻麻健高引起的鼻腔过敏、鼻腔发炎的，就塞片啦。甲肝头前胃部生鼻息都包括着塞片创袂出来，这就是伫个电管较内底这个鼻麻健高去割掉的，这个自然动的，咱这个千片山，这个鼻肉性肺大这款发炎的，拢会当咱做到治疗效果，而且咱这是上重要的。过去袂伫咧食这个鼻腔药，食咧到地人的生理痛的爱困这个。你若甲食咱自然动的千片山，就无即个代志了发生。上重要的自然动的千片山，
细汉囡仔暗时伫咧困吼，安尼咕咕叫咕咕叫，啊困到半暝就硬扫硬扫，要扫到吐。有诶家己毋知讲做伫家扫咧，我去互医生看扫药，带你硬食，先食无效，先食袂止。即我甲你讲，鼻水你若无得把收作啦，你扫药通食啦，安怎食都无效啦，因为伊即摆鼻水搁倒流出去气管，就搁造成气管过敏，啊，就欠着扫你，啊，就要扫把遐鼻吐出来，安尼当会好啦。自然就千片散，你甲讲好者，即你个鼻水甲收作起来，自然这毛病就无啦。嗰个市场个房拢伫咧卖，基本上甲你制作药品，自然动诶千片散哦。另外，指标为咱之前介绍咱个自然动五年解毒丸诶，啊，咱这是从伫咧甲咱清洁着北来毒素、污秽啦，啥物物件，满面面口毛条啊，生到一世纪啦，皮肤顶一寡无命诶病毒啦、病啦、痒啦、枵啦，这个啊，足讨厌啦，有当时安尼食口口枵遐口口白，会白甲你会白甲老血，啊，即款你讲会当甲使用着咱自然动诶五年解毒丸。一个既然叫做解毒丸呢，即个从即个甲解毒，清洁的北来毒素、污秽、垃圾的物件，为人喙真干真好，喙真臭，然后这地水管走袂利，了为人呢是安尼吼，啊，即个小可啊，即个毛啊定着咧，即皮肤歹哩吼，啊，就安尼叫干什么宝贝老血，了为人呢是啊，小可食个物件，小可食个海产，皮肤就过敏，啊，为人就黑斑啊、雀斑安尼吼，即个烂贴啊，卡一世纪。这个你拢会当甲使用着咱顺中药诶自然动诶五年解毒丸，要为人无命真毒啦，连遐生一粒啦，啊，甲你会疼啦，啊，若愈无定，愈记愈坏就愈贱诶啦，即款诶这，你甲使用着咱自然动诶五年解毒丸，就来食效果真正好。或者是讲咱落到朋友、农民朋友啊，伫咧上班做工过程当中啊，伫现在第一寡农药诶残留，其实真济，或者是落工朋友咱一寡即个空气诶污染。啊，这个工作环境的污染，造成讲咱的肝脏机能负担过头，